鸡蛋馆所学的新城溪，热人溪尾拢是大哦，一寡鱼仔虾仔拢会打死。有民众是认为这是因为水利署对溪头引水去灌溉，佮提供工业使用造成的。县政府嘛表示讲，因会来研究改善。这张相片看到河堡全部打起长楼，这是宜兰苏澳新城溪若到热天雨水较少，因为水潮水源，和农田水利署用土石闸水，用在农业甲工业，才会断水。一些鱼虾，有的时候跑到一半，如果碰到干掉，就死一大堆，就死在那边。我们是希望说，水资源应该是适当的利用啊，大家共享。地方认为水资源应该适当利用，公部门不应该让安尼情形发生，因为不只是破坏生态，也可能让河口断沙，和大水河时阵河水无法度泄出去，影响安全。根据观察，当地生态环境记录者提供影像，因看到无水，真侪鱼仔死去，因为新城溪河水清气，有真侪鱼仔虾仔生团，即马全拢打死。我们如果可以就是厘清我们的水账，然后知道有多少水适合的能够取用，然后在这个比方说现在已经准备要收割，都是晒田的季节，那像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水还给河流。实际到河川因看到土堆之间有真侪河道，根据原副调查，若农田水利署有用水需求，就用土石来放施，和河水全部流到农田水利署的出水口，是造成无水的主因。那我们已经找了相关单位来做了一些研议哈。那我们希望说在未来新城溪、新城桥下游必须要常年有水。县府表示，已经找相关单位来研究解决办法，一定兼顾农业、工业用水，加河川生态基本需求，袂予这种情形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